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感谢今天呢，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安排了一个天使，就是我们的母亲。在今天呢，每一个人呢都享受着妈妈的爱。有一天，或许我们的母亲也需要扶持的时候，我们记得，我们人生生命的第一步，就是借着我们的母亲一再一再的扶持，让我们踏出了生命的第一步。或许呢，我们的母亲会很唠叨，有一天她会一再重复同样的话，可是也记得，因为她的唠叨，她的重复，让我们讲出了生命的第一句话。今天呢，耶稣在世界上，他的爱，因着他的释放了我们每一个人从罪里面脱离了这世界的捆绑。我们也纪念这样的一切，也纪念我们的母亲，更纪念耶稣，因为他的爱使我们能够得自由。让我们今天能够大家自由的歌唱，让我们今天一起来自由的歌唱。耶稣说：“主的灵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他叫我们能够帮助那有欠缺贫乏的人。主的爱也让我们希望能够让瞎眼的、盲目的人得以看见，那受到压抑的人得以能够脱离他的捆绑。因为主说：我就是那里，我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我们今天让我们再一次，让我们享受主的爱，让我们自由的歌唱。我
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的看顾你心事。幸福是真是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供应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叫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的看顾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完全的交托，必得看顾。我很幸福，你们呢？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他必看顾你。是的，卸下重担给上帝，我们的神必定看顾我们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真的是感谢神。母亲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最好的礼物，也是最美的祝福。上帝将那一个无悔的爱、牺牲的爱，就放在全天下每一个人母亲的身上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祝在座的每一位当母亲的你们平安喜乐，也愿神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都与我们同在。母亲节快乐！我们的神呢，是一位守约、施慈爱的神，没有一个过犯他不担当，没有我们一个重担他不背负。感谢神，我们拥有神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窄路上，我们不要泄气，我们更不要依靠自己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的重担交托给神。我相信，每当我们在低落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起了神，就有了盼望。因为神那双看不见的手，他会带领我们，会扶持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想起》。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。风雨的天空，看见彩虹，是你恩典的承诺。
诗歌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来跟神说：主啊，虽然在这么困苦的环境里面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神，那位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更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首诗歌，我们将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主的面前。当我们困难越深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依靠就越大。哈利路亚！起来，阿父神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在这困苦的环境里面，主，我们知道你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主啊，主，你是要圣神时时刻刻的同在，主啊，主，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依靠自己，让我们知道主是你所最实在的神，那才留下的约定是你永恒不变的约，是你千古不变的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想起你，想起你，相信你会帮助我。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？想起你，我的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想起你，相信你会帮助我。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？想起你，我的心不再忧愁，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生命在路有你陪我。生命在路有你陪是的，生命的窄路有上帝陪伴我们。我们谢谢颂恩乐团的服侍带领我们。